BFSDSE 2023 MC 第10題，依題得35% 嘅考生答啱啫。咁就問緊呢邊啲嘅交易對會計等式裏邊嘅資產同埋資本咧有相同嘅影響。咁第一個交易咧就話收到租金收益嘅支票，咁咧收到支票咧即係代表住公司嘅銀行存款會增加啦，咁所以資產會升嘅 A 會升啦。咁收到租金收益嘅時候咧，租金收益係公司嘅收入，咁所以 R 會升啦。咁 R 升咧係會令到資本都會上升嘅，咁所以一咧就會令到個資產同資本有相同嘅影響啦。好啦，咁第二咧就係錯嘅喎，因為呢度咧講到話用東主嘅私人支票去償還銀行嘅貸款啦。東主用自己嘅錢去幫公司還債咧，變相就好似投入咗額外嘅資本咁樣，咁所以資本會上升啦。咁公司嘅債項咧減少，咁所以負債會減少嘅。咁所以咧第二個交易咧就唔會令到資產同埋資本有相同嘅影響。好啦，第三咧都係正確嘅喎，佢話咧用現金去支付本月嘅費用啦。咁你攞啲錢去即係交咗啲費用，咁所以呢個嘅資產會減少啦。咁費用會增加嘅，咁大家要留心喎，因為你俾咗啲嘅費用，啲費用會增加啦。費用增加其實係會令到資本減少、資產減少、資本都減少 ，A 跌 C 跌，咁所以佢哋有相同嘅影響。咁第三個交易咧都係啱㗎啦。咁答案係 C，只有1同埋3。